我哋感謝劉 Sir 嘅教導，我哋係星之子，我係星之子，我係星之子，我係星之師，我係星之子，我哋係星之師。我係6A 班鄭嘉怡，今次最滿意嘅科目係女款，我嘅任教老師係蘇志堯老師啦。想多謝佢鼓勵式嘅教育，全班頭三嘅話都會請我哋食飯咁樣。咁我諗其實阿嘉怡咧過往呢3年其實佢真係付出咗好多嘅，咁我覺得其實係呢一種咁堅持不懈嘅精神咧，係令到佢可以有今日咁嘅成績咯。恭喜你！多謝。我係6A 班嘅蔡響欣，我對今次嘅 DSE 嘅成績都好滿意，好感謝咁多位嘅老師付出咗好多，同埋喺呢幾年喺小福讀書嘅時光當中咧，都俾咗好多嘅鼓勵，好多嘅幫助。我之後都想同啲老師一樣，成為咗一位老師。係咁啊！佢今次嘅成績，我覺得戥佢高興㗎。咁因為其實佢除咗咧喺平時上堂啦，或者係指定嘅功課之外，其實佢額外都做咗好多嘅練習。咁所以佢今日攞呢個咁亮眼嘅成績咧，一嚟我都覺得好開心啦。二嚟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就係真係佢交出咗佢嘅一個成績表，亦都係對得住佢自己嘅咁多年嘅付出咯。好，咁我都好感恩，即係有蔡欣呢個學生啦，係咪？咁其實老師嘅付出，咁當然都要同學嘅接收，係啦，咁啊大家配合先可以啊，所以希望佢跟住可以學得好，做得好，第時做個好老師啊！好開心響欣讀我呢一科，因為其實佢係中途轉入嚟我呢科㗎。我覺得佢嘅努力唔係淨係讀書本咁簡單嘅，佢好多時候好具備我哋學校求真擇善嘅態度，每次佢都會問，佢唔明佢會去尋根究底，咁呢個亦都係點解佢會成為今日嘅佢咯。咁我好戥佢高興啦，可以追隨佢自己嘅夢想，一路向前走。咁作為響欣嘅中文科老師同埋班主任啦，咁呢幾年咧睇住佢不斷進步啦，咁同埋見到佢咧未來係立志成為一位中文科老師，而且中文科考得咁好嘅時候咧，真係為佢感到高興啦。咁都希望佢可以秉承翻我哋中華文化嘅精神啦，將來可以傳道授別解惑，咁啊以生命影響生命，做一位好好嘅老師咯。大家好啦，我係6A 班嘅蕭仲軒啦。咁我今次喺 DSE 分別喺數學同埋 M2 入邊分別係攞到5星星同埋5星嘅成績啦。咁啱啱開始收到成績嘅時候，即係我個人都幾滿意啦，幾開心嘅。咁我今次要特別感謝阿劉 Sir 劉副校啦。咁佢因為佢哋平時好細心咁樣改我哋啲卷啊咁樣。我特別有印象深刻嘅就係、即係其他老師平時都淨係掛住操卷啊，咁可能有啲沉悶啊。咁劉 Sir 平時就會可能會攞啲模型出嚟啊，就演示一啲數學理論，咁就即係會喺操卷同埋興趣嗰度平衡翻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劉 Sir 做得十分之好嘅地方，我都十分之感謝劉 Sir。大家好啦，我係6A 班中文班啦，喺數學同埋 M2 攞到5星嘅成績啦，攞到呢個成績都係好興奮啦，好高興啦。但係都係好多謝劉 Sir 啦，最深刻時刻係即係考完 physics 之後，每日都翻嚟操卷啦，操 M2 卷啦，覺得劉 Sir 好辛苦啦。大家都辛苦晒。Hello， 我係6D 班嘅黎卓恒啦，我喺呢個數學科目裏邊攞到5星嘅成績啦，我特別感謝呢個劉 Sir， 咁就係因為我覺得劉 Sir 係一個因材施教嘅老師啦。我記得當初啱啱俾佢教嗰陣時咧，我嘅數學功課咧交唔齊啦，跟住就劉 Sir 係特登捉我咧交多啲數學功課嘅，咁所以我覺得劉 Sir 係特別提升到呢個數學成績嘅，好特別多謝劉 Sir。咁我係6D 班嘅何兆君啦。咁我今次喺數學科係攞到5星嘅成績，咁呢一科我都覺得幾滿意嘅。咁但係因為呢一科攞到咁嘅成績，我都係要多謝翻劉副校嘅教導啦。咁劉 Sir 咧，佢成日咧係會喺我哋自己改完卷之後，佢會自己攞份卷翻去自己再去睇一次，然之後同我哋講一啲要注意嘅地方同埋要小心嘅地方。咁呢個位讓我多咗好多分數嘅，咁所以我都好多謝劉副校嘅教導。大家好啊，我係阿劉 Sir。咁呢幾位同學咧係一齊上數學堂啦，同埋上 M2 嘅同學啦。咁我哋相處一齊係好開心嘅。佢哋攞到好嘅成績咧，做老師梗係高興啦嚇。咁點解會攞到好嘅成績咧？我覺得係要大家一齊配合先得嘅。上堂要認真啦。肯交 past paper， 肯操卷啦，
咁改正嘅時候又要認真啦。咁佢哋考得好嘅成績出嚟呢，我覺得係佢哋係出咗好多力嘅。咁我非常之高興。咁希望佢哋第時喺升學啦、就業嘅時候呢，都會有更加好嘅表現。多謝晒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6A 班的楊一晴。然後這一次很意外，我的中文成績非常滿意，拿到了5星星。而且作文拿到了5星，卷一拿到5星星。真的非常感謝曾 Sir 給我們的幫助，他真的給我們很多資料。比方說作文，他會給一整疊的一個立意，相當於立意，比如說儒家思想的。然後呢，你可以用在作文上面，最後的升華，然後可能會讓你的作文拿到更高的分數。而且他自己也會設身，就是以自己做例子去教我們一些指定的篇章，然後就是幫助我們理解。最後的話呢，在甲部也能拿到更高的分數。好開心啦！阿魏興啦，佢今次中文科考到5星星啦。睇住佢由中4啦開始不斷咁進步啦，到最後考到一個咁好嘅成績啦。咁作為老師咧都非常之欣慰啦。希望啦中文科嘅成績啦可以幫到佢啦，入到自己想入嘅大學啦。同埋都祝佢未來咧係前程錦繡。